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7日，旧历的3月13，礼拜二。好来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南投县的丹大林道又搁发生着意外。一台里布仔车准备要落山的时阵，讲可能是路基放弃，结果规台车栽落60米深的山谷。第一时间，车顶所有的人赶紧来跳车，后来搁冒险用锁啊要甲车救起来，但是失败。 最后，这个车也是栽落山谷，加在无人伤亡。讲目前山顶的路况也是真歹，也搁有10外台车掉伫山顶。创袂条啊！一台日布卡伫咧山坡边，又要落落山谷，车下骹的石头是一直连落，场面互人看甲是心惊胆吓。人歹救啦！ 日布的边仔，佫有民众想要用锁仔来救车，互其他民众挡掉咧，反而因含车做伙摔落。这件代志发生伫咧南投丹大林道，30号下晡，一台日布准备要落山，经过5.5公里的时阵，敢若是因为路基放落，地数着规台日布落落60公尺深的山谷，车顶所有的人马上跳车，原本想要用锁仔将车救掉咧，也毋过最后也是落落山谷。 日布摔落山谷，规台车是摔甲烂糊糊，也毋过好佳在大家拢平安无代志。就是有跟他劝导说，尽量不要硬过了，他还是硬过啊。5.5现在昨天那边有在挖了，让那个困在里面的车辆要给他通行，但是没办法啊，还是那个上面的那落石还是一直翻帮。在地人讲，丹大林道5.5公里，这几工一直有石头落落来，路况是真歹。这台日布敢若是硬要驶过，加上对地形无熟，才会发生着意外。即摆虽然已经有手通，也毋过石头也是一直落落来，敢若机车会用的勉强来通过。钱可以解决的事情都可以啊，没命都是你要那些干嘛？路面的宽度敢若会当互一个人通过。目前山顶也有10几台车受困，南投的林管处嘛派人来修路，想办法赶紧互受困的车辆平安来落山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